再来看台北市市民大道呢，是有一个驾驶是因为不管这交通的指挥呢，所以转落车甲人起冤家，两个人甚至是起骹动手，互相被告对方伤害。嘛，因为这移交呢，交通是警察呢来指挥这交通，算讲是执行公务，所以即马这个驾驶是落车动手，安尼是会照妨害公务的罪嫌来开上班。 面前起什么冲突了？你们都不要讲话！警方看到大声喊，当咧相拍的两个人，这件冲突发生伫6月底的一个暗时，迄当时是下班的交通尖峰时段。西地二高伫市民大道甲建国南路指挥交通，只是姓朱的驾驶经过建国南路路口，拄到号志转弯变红灯。西地二高想要引导伊离路口前方避免太车，想要到双方沟通出现问题，变作集体冲突。朱姓驾驶针对协助 交通指挥、疏导与管制等任务的移交人员施以暴力行为，涉犯妨害公务罪嫌，全案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法界证书指出，移交伫法庭上有警察助理身份协助警方进行交通疏导，也是执行公务有攻击公务员的身份。国家公权力机关呢，他找民间的人啊等等来帮助他执行一些行政事务。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，移交他们也可以算是警察这种管理交通单位的行政助手。他们指挥的时候，如果有遭受这些暴力啊，可以请求我们去做，可以通报我们做支援等等。妨碍公务的部分的话，就依法来送办。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驾驶人赛车也是行停伫道路上，除了爱遵守交通标志等，也爱服从执行交通勤务的警察，也是指挥交通的移交的指挥。警方强调，移交指挥交通是依法行为，驾驶人不合指挥，甚至驾驶伤人，拢爱负刑事责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